最緊要安全。辛苦你為香港嘅經濟同埋基建發展作出貢獻。有得勞動，我就覺得最光榮㗎喇。陳太冇問題嘅，你嘅問題咧，我哋已經收到啦，我哋會反映咗之後咧，好快幫你跟進。好多謝你哋一直都咁努力幫我哋住戶解決問題，呢啲都係我哋份內事嚟嘅啫，唔使客氣。作為公務員，專業盡責，以身作則，盡忠職守，服務市民係我哋嘅使命。嘅升幅咧都係非常之顯著嘅，咁可以睇到咧，其實佢好平均。你講得好好，合作愉快。多謝你俾機會，我哋團隊一定會繼續努力㗎。香港係全球領先嘅國際金融中心，你哋真係為工商業界出咗一分力。我哋一定會把握好香港嘅發展機遇。行業典範，全城共讚。行業模範之星評選2025，我哋誠邀你報名。全港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啟動禮於6月7號喺全體嘉賓嘅矚目下，勞資政三方代表將大會標誌放入光柱，並宣布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全面啟動。香港首屆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已經開始接受報名啦。今次評選活動係喺特區政府嘅大力支持下，成功匯聚勞資政三方嘅核心力量。工聯會聯同各大集團工會、各大商會積極舉辦行業模範之星嘅評選。呢個係香港歷史上首次建立制度化、全行業覆蓋嘅勞動模範表彰機制，標註住我哋對勞動價值嘅尊崇。今次嘅評選正係要將呢啲喺平凡崗位上做出不平凡勞動者推向前台，讓社會睇到佢哋嘅光芒，讓青年一代揾到前行嘅榜樣。我呼籲各界立即提名團隊中專業技能、社會貢獻、創新精神、職業操守兼備嘅模範之星，同時亦都鼓勵各行各業嘅打工仔勇於自戰，讓全城見證你平凡崗位上不平凡嘅價值。究竟評審機制準則係乜嘢呢？1. 熱愛祖國，堅決擁護一國兩制方針，遵守基本法同埋香港法律法規。2. 具有良好嘅職業道德同敬業精神，受到同事同社會公眾嘅廣泛認可。3. 喺本職崗位上作出顯著成績，對推動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。4. 推動行業發展，維護工友權益，於職業安全同埋職業培訓上有顯著貢獻。5. 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，關心香港發展，具有良好嘅社會責任感同奉獻精神。根據評審機制，最終將產生出最多300名行業優秀之星，最多40名行業傑出之星，以及最多10名行業模範之星。行業模範之星評選2025，我哋誠邀你或者提名你身邊優秀嘅同事報名。